啊，讲即个今年的跨年暗会恐惊会真寒哦。今仔日全台湾拢有雨，高山阁有机会来落雪。后日拜五耶诞节，水汽开始来减少。拜六，全台湾各地拢有机会来出日头，都爱好好啊把握即个短暂的好天气。因为后礼拜四跨年暝，将有今年入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来到位。有气象专家讲，会达到寒流的顶级，即个气温会降到剩6度。耶诞节得要到啊！这几天天气是够冷，北部的雨落袂停。原来拢是因为受到这一波水汽的影响，水汽多加上气温低，山顶敢会阁落白雪。中层的云系有比较影响到全台各地的话，还是在周四之前。所以说我们从今天一直到周四的话，我们在比较高山区，可能3500公尺以上的山区是有机会出现降雪的。想要看落雪，敢有这2天有机会，因为为耶诞暝进前水汽多，不过为耶诞节开始水汽少，春节方面有雨，拜六天气会变好，全台湾拢有机会看到日头。不过后礼拜日另外一波风面来，北部会阁开始落雨。中南部天气稳定，后礼拜三开始，另外一波愈强冷空气来，伫咧跨年暝迄天上冷，卖寒到元旦。有气象专家会估气温降到6度，不过气象局解说还阁继续观察。这波冷空气呢，有机会是比较接近到大陆冷气团或甚至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。那对于它的强度以及它所带来的水汽的影响，气象局还有在持续的观察。为耶诞节过了后，气温有机会有回升，落雨嘛变少。不过跨年暝晒情况较少咧，因为可能会寒到明年。